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自2022年5月开始实施，也毋过伫这个法律实施进程，就已经受伤的劳工煞无通受到好的照顾，所以工商协会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来重视这群劳工，也希望新的劳动部长就要提出针对职灾劳工的照顾计划。 工商协会呼应4月28国际工商日拜5举行记者会，呼吁未来新上任的劳动部长重视职灾劳工的权益。工商协会表示，虽望自2022年5月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上路了后，职灾劳工加真侪照顾，亲像补助金额的提升、中建的服务等等。不过有一群人却无受到新法的照顾。我们今天来的所谓的老矿工。 RCA 工人，或者是所谓的陶杰的感电工人，甚至是申保的过劳的工人，其实都不受到这部法的保护。针对职灾妇女的权益，工商协会表示，韩国今年捌认定受工课环境污染影响，生出有先天病症的囡仔也算职灾，希望台湾对职灾妇女嘛会当有较完善的保障。工作这些女工啊，她们就常常会请假，原来就是她们流产。我们也是呼吁劳动部啊，对于我们女工这个已经认定这些流产还有死胎啊，他们也可以确认为职灾。工商协会指出，假伫灾保法上路进前就发生职灾劳工，真济拢已经老啊。目前职灾劳工的长照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，呼吁未来要有专门照顾职灾劳工的长照机构，费用的部分也通互雇主来负担。记者刘新武、林奕良台北报道。